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cy 啊。我今日咧會帶大家去參觀一個接近1000尺嘅3房1套單位，連埋工人房以及係儲物室，仲有自己嘅私人天台以及係車位。佢嘅尺價都只需要8000幾蚊一尺啫。其實同屋苑咧，佢哋嘅分層單位成交嘅尺價大約係6000尾至到去7000頭左右。絕對咧係以一個居屋嘅價錢咧去購買一個私人屋苑。以最近期嘅成交為例啦，2026年嘅6月份，係有一宗4座嘅7樓 B 室，實用面積970尺，係以698萬成交。佢嘅尺價咧係7196蚊一尺㗎。到底呢一個屋苑喺邊度呢？其實佢就係位於屯門嘅青山公路青霞里9號，屋苑命名為容龍居，係由龍豐集團發展而成㗎。喺1991年落成至今啦，由4座嘅樓宇合共供應咗192戶單位，實用面積由692尺去到977尺，大部分都係一啲3房單位嚟㗎，而且屋苑仲供應少量嘅特色戶單位，可以連埋天台添。其實呢一個屋苑啦，除咗揸車出入之外咧，屋苑門外已經係有個巴士站。呢度嘅住戶咧可以乘坐52號 X 往返旺角，53號去荃灣西，仲有小巴咧可以去到青衣站㗎。如果要出港島返工嘅客人咧，就可以乘坐962巴士往返銅鑼灣嘅港島區啦。呢個屋苑咧，其實佢交通咧都係相當之便利㗎。如果各位觀眾對我今日介紹嘅單位有興趣咧，就記得訂閱咗我嘅頻道，再繼續參觀單位啦。我哋依家就嚟到單位啦。呢度實用面積970尺，係一個3房1套啦，連埋有士多房啦，以及係一個儲物室嘅單位。呢度有啲唔同嘅層架啦，方便收納啦。再過嚟呢度咧就係廚房部分啦。見到咧有好多收納嘅空間啊。我哋往前行啦，呢度咧就係一個雙洗手盆嘅設計啦，上邊仲有一啲嘅吊櫃。再望翻過嚟呢一度咧，就係一個3頭嘅明火煮食爐啦，配備咗有抽油煙機。而呢邊呢個空間咧，可以擺到一部直身嘅雪櫃。廚房咧係可以通往呢一間嘅工人房㗎。呢一間工人房呢一個睡門咧就可以放返去呢一個單位嘅走廊空間。仲配備咗有窗啊、抽氣扇嘅。我哋依家咧即刻出返嚟客飯廳位置啦。呢度空間非常之大啊，將近接近300尺嘅客飯廳空間。見到咧，佢啲燈光採光度係非常之高㗎，同埋咧係面向返翠綠嘅山景，私隱度相當高啊。同埋呢隻970尺嘅積咧，係會有一個露台嘅空間㗎。景觀咧係相當開揚啊！其實喺廳嘅另一邊咧，都有一個對流窗嘅。我哋事不宜遲，依家即刻入去睇睡房啦。左手邊呢棟門咧就係啱啱嘅工人房。呢度嚟咧就係第一間睡房。睡房望出去嘅景觀，同客廳咧都係同一個方向㗎。呢度咧就係浴室。
第二間睡房。方方正正嘅設計啦，都非常好擺位。咁再過嚟咧，呢一度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咁首先咧，同大家去望咗佢哋浴室部分先。咁呢一個浴室咧係配備咗浴缸啦。咁再過嚟咧，就可以望下呢一間主人房啦。嘅景觀啦，同樣都係面向翻一啲嘅翠綠山景啦。而左手邊咧可以望到三聖村啦，同埋咧有啲海景㗎。以及呢一間主人房啦，會眼前見到啦，做咗一組大型嘅入場衣櫃啦，方便翻收納衣物嘅。咁樓下呢一層咧，睇到嚟呢度，呢個單位咧仲會連埋天台，即刻帶大家上去望下啦。咁啱啱咧就睇完室內嘅空間啦，咁我哋沿住樓梯咧就上到嚟私人天台部分啦。咁呢度面積咧大約有600幾至700尺左右，咁環顧整個環境嘅空間咧都係相當之闊大㗎，而且咧可以望到前邊有山景啦，我身後咧有海景添啊。咁我後邊咧係望翻向青山灣嘅沙灘位置啦，咁亦都可以望到一個好闊大嘅海景㗎，咁係相當之開揚嘅。咁其實今次呢一個單位咧，業主嘅意向尺價咧，大約係8000零蚊。咁喺呢一帶咧，屬於係比較少放盤連天台嘅單位嚟㗎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觀眾咧，歡迎就聯絡我查詢更加多呢一個單位嘅資訊啦。咁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。有啲咩意見嘅話，喺下邊留言分享俾我聽啦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